拢总已经过去，亲像昨日的梦。你知影你我无缘，无缘哪会成双？既然拢是空，何必搁再心茫茫？我不是无情的人。烧酒，添一份淡淡忧愁，饮了一杯酒，再回来我心爱的人。既然拢是空，何必搁再心茫茫？我不是无情的人，我也有满腹苦痛，你敢知影阮悲伤？最后原是空，饮一杯苦苦烧酒，添一份淡淡忧愁，饮了一杯酒，再回来我心爱的人。我不是无情的人。再回来我心爱的人。天气若好，踮这门口埕吼，食一个暗饭哩，气氛嘛袂歹。钱啊，阿君啊，爱我，来哦，来食饭哦。来，紧嘞，来。啊，倒口口听者。对啊，安尼踮这只吼我凉咧，拢免吹电风哦。来。哦。啊，恁这口罩搁外口食哦？搁这包啊！啊，你伫咧厝里了？啊，来，斗阵来用。工人啊，这啦，工人来用。多谢。来。好，多谢。哦，哥，我若四菜来了。哎呀，这个菜是什么菜啊？当这你也是毋捌，这个大肠咧，哇，卤的，这大肠，咱讲南高卤的人真好食。我定去菜市嘛食这大肠，伤咸。啊？听来讲，若这大肠要食的好食，咱就要先杀，杀才落去卤。像你款大肠哦，酸
真润啊！这大根阿公哪做啊？这是啥？这啊，海大啦。海大。嘿啊。这海大吼，那高卤人真好食。我试看嘛。啊，还蛮卤。海大若要卤时吼，啊先炸过甲发一下，发甲互伊砰砰砰食落会切。还有就是若要卤海大时候，掺一寡三八，你这我食看下就知影。这个海大卤了歹食。这个是什么菜？这是白菜肉啦。白菜肉，听人讲，若这白菜肉，人卤了功夫的人吼，人迄白菜肉是偌甜偌油偌好食的呢。这白菜肉我试看就知。歹食，听人讲，白菜肉若要卤的时候，爱掺一丝乌鱼子，落去牵羹咸鱼翅，啊，搁下一寡鲍鱼落去泡，迄白菜肉卤起来才好食。我试看恁这手卤啥款。歹食！哎呦，卤这个白菜肉卤甲咸，这个啥？红目莲啊，红目莲，红目莲目睭是红的，这是白的，这叫做白目莲啦，白啦。人迄红目莲都爱吼，昨昏啉烧酒啉伤济，啊无就规暝拢无困，啊透早来就要拜去，像迄导演迄个目睭，迄叫做红目莲。这叫做红目莲，我试看好食，歹食。那这红目莲哦。咱常常讲哦，若要会好食吼，就一定要先煎过，煎过饼底这个西河大鱼啊，放在边啊，再过来芡肉，就啊砍落，迄做糖醋鱼，迄才好食。我试看卖，这个，歹食死，杜金宝啊，但你即摆安尼是，哎呦，啊你规道菜甲阮食甲空空，啊阮即口罩是要配啥？要配倒顶上？就是大家甲阮嫌，啊大家食了了，你这吼俗语有一句啦，喙食喙咸，臭酸咸甲生甜。动脚步袂去行，暗暗啊毋敢哭出声。孤单寂寞影形影，可比哀愁的水流声，叫一声，浪子啊！